人在日前来讲，华山基金会因长期以来拢伫照顾社区弱势老大人，即摆伫客家动物园业者赞助之下，办一场动物园的小旅行，好这老大人真欢喜。 华山基金会为着互照顾的士大人会当出门佚佗，拢会举办活动。即摆嘛来到客家动物园欣赏各种动物。阿公阿妈都知道我们在办活动，他就会问我们说最近那拢无办活动啊呢？可以从访视当中感觉到他们在家里面真的非常的无聊。提供阮有迄电动的这个游园车来甲因载，载到一寡定点，回落包括讲咱像今仔就迄水豚的互动除了欣赏各种动物以外，园区嘛特别互时代和上热门的水池活动，大位时代拢算甲真欢喜，留下美好的回忆。动物真济啦，佚佗甲真欢喜啦。来佚佗话啦，袂攀算啦，就看这动物了么，就看看。基金会嘛希望透过即摆安排，会当互时代出门来感受大自然。 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